由二战时期空客组地下作战指挥中心改的大庇护海洋基金园有32档的历史哦，嘛见证台湾的军事历史佮有生态的教育。因为目前大庇护风景区是由高雄市政府要来接管，传出500多种海洋生物的园区年底就要关开咯。市政府是表示讲，说来因会来进行活化空间的评估，也毋过业者是强调讲，伊嘛来争取继续经营。大人囡仔最近杀，才勉强把这个门杀叮当。由二次世界大战防协组地下作战指挥中心改建的海洋基地园军事设施结合水族馆，是真侪高雄人的共同基地。这个定靖湖风景区移交予高雄市政府，手上的合约年底也要到期，强行关起来。这个隧道哈是以前算个嘛条文史的背景嘛哈，啊你要改修改，等于讲这个就拢无去啊，对，我感觉很可惜。这间关掉的话，那等于说，而后高雄市民要的话，要么就是要往屏东的海参馆跑，不然的话，很像再来的话，就是要往花莲那边跑。游客加海洋生物活动，虽然不是休困时，不过园区内面也是有真侪游客。已经开32档的海洋登记园，有今年的乌山湖顶珍贵海洋的化石，还有校糍糜顶500多只海洋生物。业者讲，若无法度甲市府继续签约，这款生物唔知要刷倒去。长期的适应这边的水质环境啊、空调啊什么东西。所以要在这一方面做这一方面的迁移的话，势必会引起很多生物的不适应性跟死亡性，这是我们很大的隐忧。是否将依契约督导厂商落实安全维护以及营运品质？而海洋奇珍园内的海洋生物是属于厂商的财产。后续我们将协助辅导厂商妥善处理。观光局强调，会以维护定靖湖生态加改善休闲品质做优先，针对园区内面的空间场域进行活化评估。业者是讲，观光局伫顶礼拜已经派人来勘察了解状况，因会继续甲市府沟通，争取继续签约，避免馆内生物因为搬线干扰破病死亡。记者综合报道。